越剧舞台呢，向来是以姐妹情深著称的。当年越剧宗师王文娟和毕春风先生联袂出演了《沉香扇·书房会》一折。今天，丁小蛙老师和乌素肥老师也是越剧舞台同窗情深。两位从14岁起便在越剧发源地浙江嵊州的越剧之家共同学习。30多年过去了，这两位同窗好友今天就要在我们纽约的舞台上为我们共同演绎当年他们的老师们合作过的曲目。一对相爱的情侣经历离愁别恨，终于相会在书房之内。女扮男装的小姐蔡兰英和状元郎互诉衷肠，喜极而泣，请欣赏。以后你要是再拿
天。